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婚姻大师试婚药的专家李宗灿，积极来开发着加工品，特别甲卖寮在地做面厂来合作，推出着五星蛤蟆的水饺。这个彩色的水饺好看，阁好食。大师蛤蟆王李宗灿除了试婚药啊，嘛开发真侪种加工品，其中一个手工的五形水饺，是特别和卖寮在地做面厂做合作所研发出来。皮豆蔬菜做的，所以它有基本的蔬菜的营养，不是只有肉而已。它吃肉吃多了也会腻嘛，它就是有一些蔬菜的营养下去搭配。店内底所卖水饺全部拢是头家娘用手工来包的，数量真无稳定，所以若是想要注文，嘛无一定买有。隐藏版的私房菜，还有像馄饨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，吃水饺配馄饨汤，再加几颗冠军文革下去的，那个基本上都不用加调味料。在地业者推广家己的产品，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知影大师特产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